好，我是青岛本站上班。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，咱们青岛市江南街道双凤山路1009号139号赛轮轮胎液体黄金1号门店。如果咱们自己往东走，一过预警路10字路口，就可以清楚的可见咱们赛轮几个大标，拐角处全部都是。车辆有点多，看不太清楚。你闲着吧。如果咱们由东往西走，老远就可以看到赛轮的标志大牌子。你这会儿就前方50米，右边的一个小路口，咱们可以直接进入咱们车，大车随即进入。咱们这个门口可容纳6辆大车。邓平衡定位，保轮、轮胎一应俱全，轮胎一站式服务中心。咱们店主运营的赛轮液体黄金轮胎，分为小轮胎，全部采用咱们液体黄金轮胎。安装的时候，咱们高效、性能、安全，而且全部允许咱们邓平衡，包括大轮胎都给咱们配好邓平衡，让咱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不轻轻都可以情况。咱们厂子系列，如咱们赛轮液体黄金、198、60 plus 都是咱们赛轮的高端。2个8台机，在咱们卡货车安装过程当中，给咱们省了相应的一段时间，给咱们运输的过程当中增加了一份安全的保障。充气的过程当中，咱们安全舒适，让您在交通的过程当中不会杂乱易躁。所有轮胎全部给咱们配有咱们大车私人定位，再让您卡客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不会出现失分偏磨的情况。